好，在座的学者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仔日真欢喜，大家来到咱社会所参加这场演讲的活动。我是这场演讲的主持人，社会所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谢伟先。今仔日的主讲人呢是肖阿琴教授，是我的同事，嘛是咧社会所资深的研究员吼。阿琴教授呢，长期关怀台湾文化政治的变迁甲发展。伊个人呢研究的专业的主要是咧文化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民族主义甲族群的议题。今仔日的题目呢，嘛是甲民族主义有关系啊。咱今仔日的题目是向前也是倒退为世界的民族主义历史来看咱这个时代的台湾。那这个主题呢，阿琴教授来讲的，绝对是精彩可期啊。另外，阮社会所今仔日嘛真荣幸邀请到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翠莲教授来担任这场演讲的语坛，分享伊精彩观点甲评论我简单的介绍就到这。咱即摆就用咱的普话声来欢迎阿琴教授的演讲。谢教授你好，多谢你的主持嘛足感谢陈教授你为台过来遮帮助阮这个演讲来做这个舞台人今仔日咱的规个演讲的迄个名叫做台湾当前挑战的这个讲座啦今仔日虽然咱是要讲台湾面对的挑战，今仔要用台语演讲，其实对阮家己是更较大的挑战我希望今仔日用甲我想要讲的代志，大部分讲得清楚今日题目是向前还是倒退？为世界民族主义历史来看咱这个时代台湾为着要讲这个题目，首先咱来看两个斗阵，互阮学术界摕来利用咱国内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长期来做的迄个调查，对民意调查的两个结果这就是最有名的关于咱台湾民众到底是认为咱家己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这个调查研究，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为90年代初期做到即卖已经几十档伊累积的迄个资料非常丰富。第二个调查嘛是同款恁做的，就是关于咱台湾民众到底一般人认为讲你是要甲中国两边统一起来，还是咱家己独立成一个国家继续发展落我甲这两个表甲综合起来伫遮放互大家看。关于第一个，咱台湾民众自认为是台湾人啊中国人，为90年的6月做到今年的6月因每半年做一届。我看伫遮的数字，就是咱即马看到因上尾即届做上新的6月拄啊过去这个6月做的。认为台湾人家己认为台湾人的调查的这个民众，咱占差不多60%外，64.3%的百分比。认为伊是家己是中国人，阁是台湾人，还是台湾人拢，还是嘛是中国人，两边拢是的30.4%。过来认为中国人就剩2.2啦一方面，伫迄个认为讲家己支持咱要甲中国两边抗共的成立一个国家统一起来甲也是要独立变做一个独立的国家继续发展落去。有关上新的数字，咱直接看。咱若甲维持现状，国决定永远维持现状偏向独立，甲尽快独立，这四个数字加起来，就占差不多87.1啦另外这边偏向独立，也是尽量较紧要独立的加起来就数字足少的我相信这个数字两边相差足大，各位足简单看出咱规个社会伫这90年代到即马规个发展，规个演变是安怎今仔日我演讲的重点，就是要就这两个表，咱去小可想看卖咧讲为什么咱的社会
大部分的民众的民意，关于这两个民意会发展到今仔日这个情形吼。我今仔日要选的要来探讨这个题目的角度是要较看重民族主义的这个文化这个问题吼。伫咱要探讨这个民族主义的文化问题之前，咱就要先界定清楚，了解到底什么叫做民族主义啦吼。而且我想要搁把这个角度搁更较清楚的，就是讲，咱为世界各地民族运动发展的阶段吼来了解，讲咱台湾为什么今日发展到民意发展到安尼吼。搁甲咱讲搁更较细咧吼，咱搁更较清楚咧，特别就是要看1970年代甲1990年代，差不多伫陈水扁代表民进党执政这个70年代甲90年代这个30年中间的变化吼。咱翻头看，这30年会用讲是咱台湾政治甲文化本土化，也是台湾化上重要的一个时期吼。想看卖啊咧，咱翻头看过去的时阵，1970年离即马已经要半世纪，超过50年啊，超过50档啊。90年阿扁伫陈水扁伫2000年代表民进党担任总统，嘛已经差不多24、5档啊吼，已经1/4的世纪啊，时间过得足紧的吼。咱要来翻头看这个30年内底，为什么是本土化甲台湾化上重要的一个30年吼？这个30档会使你讲是为少数人开始的一个社会变化啦吼，历史的变化。咱今日看到头前上头迄两个表，虽然看起来是咱足普遍的社会变化，其实上早的是为足少数人开始的吼，为一群少数人开始的。今仔日咱伫遮讲文化，这个文化这两只字伫今仔日演讲内底，我特别是指讲咱做一个人认为活伫个社会，伫历史的过程内底，咱甲动物一般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讲，咱来去想讲活伫这个世间有啥物意义吼？会去问这个意义的问题，应该甲即马咱所了解，应该是咱做一个人才有做一个人这种动物，才会去问的代志啦吼。我讲的文化就是讲，人伫咧问讲，咱活伫世间有啥物意义吼？创造社会有啥物意思吼？历史的过程到底有啥物目的吼？才种合起来，就是咱对做一个人对意义的追求吼。这种意义的追求有可能变做传统社会行为，有可能变做咱一个团体，咱对过去历史的记忆吼。可能足侪咱代表咱对好歹代志的判断，咱的价值的选择。伫这个内底，认为咱做一个人追求意义、创造文化的时，有3项的物件，可能是这个咱甲咧简单要讲民族主义的文化问题是上重要的。第一就是文学，第二历史，第三就是语言啦吼。咱讲的话，别人讲的话语言。当然来讲，这个3个范围内底，文学、历史、语言，应该是这个咱念面要看的1970年代甲90年代这30档文化本土化、台湾化的领头羊啦吼，就是讲行伫上头前在带领的3个范围的文化创造物。好，咱今仔第一个任务就要来想看卖到底什么叫做民族主义吼？做一个民族主义的，咱也是做一个民族主义的研究者，咱要去社会上看，要找这个民族主义的物件出来研究，伊到底表现着什么？表现出什么现象？大部分咱要找民族主义做研究的时，咱会用伫足侪人的迄种信念啦，伊相信啥，伊主张啥，迄种信念甲信条内底，看到民族主义这种物件，尤其是啥物？尤其是毋是普通人，是迄种文化上还是政治上，拢是属于精英阶层的人。这种信念甲信条的民族主义现象，咱举一个例，可比讲中国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迄本册，遐演讲，迄可能就是上典型的一个民族主义的现象吼，是表现做孙中山做一个精英的阶层
伊表现的信念甲信条。伫咱台湾，过去一个咧，伫咱台湾可比讲伫咱史明老先生写过《台湾400年史》虽然表面上册名甲内容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伊的研究的结果，毋是历史这个册内底，伊其实咧表现伊足侪的民族主义的思想甲信念啦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若要找民族主义这个物件时，伫搭找着？除了头拄仔咱讲遐真精英的信念甲信条以外，伫足侪政治运动你会用足简单看到民族主义表现出来有人就足侪政治人物为了要煽动因的家己的信念，伊就去组织起来。这种组织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公开，还是大，还是小，足侪拢是民族主义的这种政党，还是秘密的组织，因煽动运动时，你用看到民族主义这种现象第三，咱有可能除了这种文化精英、政治的精英以外，政党以外，还是秘密的组织以外，你看到足普遍的普通人有可能是街仔路面顶行的，我送我送还是讲咱厝边隔壁一般民众，因表现出来，讲认为讲，你问伊讲伊啥物人的时，伊自认讲我是啥物人所以讲咱头拄仔迄个看到迄两个表，足侪是咱去访问调查一般的民众，因自认为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这表现出一般的人的民族的意识甲情感啦咱若为这个过去历史上、世界上历史上200多冬以来，这3种的民族主义现象来看，伫历史上这3种的关系是啥物呢？会用讲这3个物件之间无啥物一定的关系，啥物意思？是讲咱伫世界上某一个所在看到无定用秘密的，还是公开的这种政党还是组织、地下组织，在煽动因要独立建国还是要实行因某一种民族主义的主张，你有可能无看到第三，好比讲，虽然少数的一寡足拍拼的政治人物也是少年的在杀这个政治运动、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一般普通人伊是无啥物感觉伊嘛无自认讲因是某啥物民族的人无一定是安尼你嘛无一定看到安尼。你嘛可能看到足侪文学家因是算讲是文化精英的人，因写足侪诗的某一个所在的文学家，比如讲咱爱尔兰的咱中文叫做爱尔兰迄个所在以前的精英就是安尼足侪Irish的迄个诗人也是文学家写足侪表达因作为一个Irish 这种人的情感甲迄种愿望，毋过并无政治组织出现。伫迄个所在，政治组织要出现，要算足慢的所以意思是讲，这3项咱若要去找一个民族主义的现象，伫某一个所在，你有找到第一，你有可能无第二，无第三；你找到第二，你有可能欠1甲3无一定若伫历史上，咱看到讲这3项若在发展的时，在出现的过程内底准讲尾迄个所在有独立建国这种现象，嘛无一定1、2、3拢同个出现咧看无一定拢出现啦意思是讲，这3种民族主义做一种现象，伊是足独立，无一定之间一定牵拖，一定同个出现好，总讲若这个民族主义是较复杂的物件有伫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内底，因家己的信念，有可能是变做是组织的一种主张，有可能是一般人的思想。既然是较复杂，斗起来，因共同的物件是啥物共同物件，咱来讲，因这复杂的现象内底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不论你民族主义变做啥物现象，因有可能拢是同款，拢是安尼想的这内底共同的理念就是啥？第一，只要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心肝内一定会想讲，咱这群人做一个民族的一部分，咱就是甲人无共款这个无共款，有可能足侪因家己相信无共款啦。可比因感觉讲，咱讲啥物话，甲因无共款，所以咱应该就是一个较独特的、
较特别的民族，甲与众不同啦吼。咱家己有家己的文化特色吼。一旦安尼想了后，会去想讲第二点，就是讲，那既然咱的文化特色无甲人共款，咱伫政治上有一个主张的时，咱上悬的效忠的对象，就是咱这个民族，毋是我家己，嘛毋是隔壁的厝边，嘛毋是我的朋友，嘛毋是我的政党，面头前有一个上悬的民族，是咱上悬的效忠的对象吼。这第一甲第二呐合作伙，就变成第三个主张，就认为讲，既然咱有文化的特色，咱讲的话无共款，咱历史过程无共款，咱历史上经历的历史无共款，咱记伫内底记的代志，历史拢甲人无共款，咱家己感觉好歹价值甲人无共款，上好咱就家己有政治上有家己一个独立的国家来保障咱遮文化特色吼，而且爱个翻头过来，咱遮文化特色伫咧咱做啥物政治主张，实施做啥物政策的时，介好遮文化价值，拢会用灌注伫遐的政治的主张内底吼，两边互相保障的意思。政治保障文化，文化特色会用灌注伫政治内底吼。这就是为虾米民族主义有当时啊，咱会叫做国族主义啦吼，因为国甲族是伫民族主义内底是斗共的吼。若讲有一种政治组织，伊的主张较偏向想要实施政治主张这方面的，因可能就较注重政治来保障文化这个主张吼。因若是较一个文学家的团体、历史学家的团体，还是讲文史的团体，因可能较注重讲文化特色爱用灌注伫这个政治内底吼。政治袂用行家己的路，要是要实施咱的文化价值甲特色吼。既然民族主义的现象是安尼，民族主义的中心理念是安尼。伫这个200年过程，世界各地咱能看到，哪有一群人认为讲因家己是一个民族，而且更较重要的，上尾用变做一个国家。咱大部分看到有2条历史的路在行啦吼，就是讲有两条民族形成的路，伫咱200多年来看得足清楚的。伫遮我是借用到英国的这个学者 Anthony Smith 的这个研究来甲大家介绍吼。第一条路就是讲，咱伫伫欧洲这个英国、法国、西班牙这个国家，用看到第一条路上典型的表现，就是讲英国主要，可比讲英国主要是为咱即马所在 England 就是中文叫英格兰这个所在拓开去威尔斯，中文叫威尔斯，佮甲 Scotland 苏格兰，中文叫苏格兰这个所在，慢慢拓开。你用讲是用武力也好，用其他的力量也好，去所占的土地愈来愈宽，文化因为英格兰传出去的文化甲信仰愈来愈传愈宽，因为这个力量慢慢建立到咱即马所在英国这个所在。法国、西班牙同款拢是一个中心，无像一个王国，可比讲西班牙就是迄个。Castilla 迄个王国判出去，拢甲英国差不多吼。变做咱即马熟悉即个英国，还是法国、西班牙。第二条路就无共款吼。这就是尾仔咱看到的，颠倒是咧反抗，可比讲像英国、法国、西班牙这种大帝国，还是外来政权统治、殖民统治下骹，受到压迫的这个知识分子，咧反抗这个帝国、反抗这个外来政权的时。因开始咧发现讲，咱作为互统治、互压迫、互欺负的人，咱嘛有家己足好的语言、文化、历史，只不过，咱放袂记哩吼。这伫尾啦，伫中欧、甲东欧、中东、甲东南亚、甲非洲，咱能看会到啦吼。第尾，尤其是这个中东欧，当然是伫19世纪，其他所在大部分就是伫第2届世界大战，咱看到啦吼。这2条路归纳起来，意思是啥物？意思是讲，咱即马200多年以来，伫世界上民族主义主要的推动者有2个嘛吼。第一条路就是国家，比讲英格兰，迄本来是一个封建的国家，伊煽动的。第二就是咧反抗这个帝国是外来政权的知识分子，伊煽动的这个民族
民族形成的路吼。讲到遮，无定来咱会想到吼，咱台湾伫日本统治、士兵统治之下，甲战后的台湾，其实拢有足侪知识分子，准讲伊甲全社会人来比，因是少数人嘛不要紧，因总是咧努力咧找找吼，咧寻找咱过去咱台湾是毋是咱家己所有的这台湾的特色的文化吼，这咱连伊会讲到吼。伫咧咱头拄仔讲迄两条路内底，吼，历史行过过程内底，而且我要借这个嘛是另外一个欧洲的学者 Gellner 的研究来甲大家介绍吼。伫过去这个两条路行的这个路途发展过程内底，大部分可能是第二条路吼，迄个第二条路就是讲少数的这个知识分子在反抗外来者。外来政权这个第二条路，迄种民族主义的迄种理念吼特别强吼，伊的迄个表现出来情感，还是表现出来的行动，拢特别强烈的吼。意思是讲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原则吼，是迄个民族主义者，伊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伊特别无法度忍受。就是讲一群人，这个知识分子感觉讲，这个所在，这个土地。应该本来是咱家己这个民族大个所在，为什么去用纳入去另外一个大帝国还是互别个民族来统治使得着讲这个政治的单位，就是统治的这个政治单位，甲咱作为人口的大部分的互统治的被统治者，属于两个无共款的民族这是民族主义内底一个民族主义者特别无法度忍受的过来。我要讲到这个，既然这个有两条路在行咱特别要甲眼光放伫这个第二条路啦就是讲这个少数知识分子煽动的这个民族主义运动这甲咱台湾较有牵涉嘛是咱今日要讲的一个主题咱就咧看这个第二条路的时，就是讲少数的这个知识分子斗阵咧反抗帝国是外来者统治的时，这第二条路的时这个。咱中文叫做捷克，这 Czech 这个所在的历史学家 Miroslav Hloha， 伊最有名研究就是研究这个第二条路行的路啦伊根据这个19世纪中欧、东欧遐压迫和这个 Russia 咱中文讲俄国俄罗斯大帝国压迫这个较细国家，因是较细这个族群到底是安怎演变做民族的过程，包括讲 Czech。中文叫立陶宛、爱沙尼亚、斯洛伐克，甚至包括欧洲北边的丹麦、挪威、芬兰，甲比利时的这个 Fleming， 因这人，这是拢19世纪拢是足细人群尔因安怎反抗这个像 Russia 俄国是这个其他所在的统治者或者讲瑞典北欧的这个瑞典的这个统治，咱能看到讲。基本上有3个阶段这个所在斗起来，看起来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能看到讲，足少数知识分子开始咧寻找、解说、宣传因家己好比讲 check 因家己这个民族有啥物过诶语言有啥物足水的文学作品，有啥物足水的迄个诗歌要来互咱民众知影，伫咧学这物件出来咱历史过程内底有啥物甲人无共款行过的路、艰苦路、欢喜路，咱甲写出来，互大家知影。第二就看到讲一寡足细政治团体开始咧组织起来，这可能是秘密的因为大部分帝国统治甲外来政权的统治未允准这种秘密的迄个反抗因的行动变做一个具体的组织来反抗因这个组织。拍拼要算讲要教育因家己的民族的成员，互因发现讲因家己是，这是毋是属于统治者迄边的人，是属于咱这边的人迄种毋是咱这个人，毋是 Russia 叫咱学讲的话，嘛毋是 Russia 教的历史迄种人，
咱其实咱有家己历史，有家己讲的话，要唤醒伊的民族意识。尾啊，你会看到讲大规模的群众开始动员起来，受到这个文学家可能政治人物的动员甲运动起来，大规模群众运动出来。无定在迄个时阵，就是要因为建立家己国家的时阵咱能看到这个民族主义行这个第二条路，好下发现这三个阶段算讲足符合咱头拄仔讲的迄个上头讲迄个民族主义到底是啥物？伫迄个现象面顶表现着啥物表现着1、2、3看起来这个三个阶段，哪袂输就是迄个要实现迄个民族主义的现象的三个现象看起来是安尼好，咱若用这个，我既然讲这个第二条路跟咱台湾较有关系，咱就不妨来用这个民族主义200年来，这个去用统治的这个较压迫，受到压迫这个民族这个族群变作民族，甚至推动民族运动这个三个阶段来看咱台湾咱台湾敢会用这个民族主义发展的三阶段来看这是我今仔日要讲的一个主题啦。我就先把这个结论讲到头前互大家较好了解。简单来讲，咱今日讲到上尾，希望用了解，咱可能普普会用这个三个阶段来观察咱。伊讲1970年代甲90年代，我讲迄个30档台湾政治甲文化本土化甲台湾化上重要的30档迄个30档我是安尼看就是讲1970年代迄个10几档，咱会用一个3只字来甲归纳伊迄个10档内底的特色啦伫迄个10档内底，咱台湾的政治人物也是文学家、历史学家，有一种要追求，甲这个战后国民党统治以下，迄个流氓迄种制度，甲迄种心态，甲迄种情感，要甲去除迄种追求啦我用3只字叫做去流氓啦迄是中文翻过来，所以咱用台语讲，感觉小可怪怪你是3档内底，会用看到知识分子努力在寻找咱台湾的民族的语言、文化甲历史的特质你用把这个10档当作是民族运动上早迄个早期的阶段在这个早期的阶段，咱嘛看到一群少年人开始要追求回归现实所以我伫我的过去研究内底，叫做一群少年人是回归现实的一个时代过来接到这个美丽岛事件了后，1980甲90年代，我甲称呼做这20档是叫做一个副视频，迄个20外档啦这个20外档就看到咱头拄讲的，有知识分子在寻找咱的语言、文化甲历史的特质，嘛有人组织起来，追求具体政治行动，要互佫愈来愈侪人觉醒尾咱就看到90年代了后，就是咱头仔上早看迄2个表现出来，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讲，伊可能会去认为讲家己是台湾人较毋是中国人，慢慢这种就开始发展出来为了要了解这30档，咱可能要较紧的，等于看早期国民党的统治是安怎的情形咱要了解讲，这个30档内底这个民族主义者因咧反抗什么物件咱若甲国民党战后伫台湾的统治，上条的特色，你用为1950年7月，中国国民党的改造案看起啦为什么呢？伫1949年，国民党去共产党拍败，搬来咱台湾了后，上条的任务就是讲，国民党这个政权要伫安怎伫咱台湾生存落去，这是第一要务嘛为着要为哈林大中国走来相对较细这个小岛台湾岛面顶会用活落去。这个中国国民党改造案的内容，我归纳起来，精神就是讲，既然咱是由共产党拍败咱要是安怎直接生存来简单来讲就是咱看向
学共产党嘛吼。所以这表现做一个党国体制啦吼。尾后咱拢足清楚，就是讲国民党实施领袖独裁、以党领政、以党领军、政治职务白色恐怖这个统治方式拢出来为着要治这个甲共产党对抗的这个时代活落去，国民党实施这个实施足侪政策，甲迄个法律的条件，甲咱的宪法临时暂时算讲放伫一边啦吼。强调反共大陆强调伊要是代表规个中国啦，用宪法临时条款来统治台湾。咱国会内底以前的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都无法度实施伊完全的迄个职权这个三个国会内底的一寡代表嘛是要是以前大陆选出来老代表，无该选到尾仔才有增加的咱台湾的迄个代表入去这三个国会内底做代表规个台湾会用讲是伫戒严体制以下受到统治，无言论甲结社的自由这咱我相信大家拢足清楚，咱就无需要搁特别讲咱要讲的是讲，伫这个戒严的体制统治之下规个台湾社会是呈现一个表现出一个用两只字来讲，就是表现出一个流氓的这个流氓的社会啦流氓的社会、流氓的心态、流氓的政治、甲流氓的文化伫咱的战后20-30年是规个台湾社会特色，就是流氓什么叫做流氓呢？流氓是伫历史上研究，咱若看到流氓这两只字，意思是讲有一群人，伊同受到无定就宗教信仰政治的原因，去用压迫只好离开家己本来生长的土地，去甲外乡去甲异乡外地生活啦上重要就是讲，流氓也是家己甘愿的咱煞去美国住，咱移民去美国住，移民去日本住，若是咱甘愿的。准备一世人就伫遐过，迄就无算个流氓啦迄就算个移民。所以流氓的特色就是讲，永远伊无放杀着讲，伊想要搁返去家乡啦搬来这个新厝搁一方面搁想要返去家乡的旧厝这个流氓者，咱袂说活一个过去甲未来这个中间感觉着一个精神上的痛苦，因为你一方面想要适应这个新的所在，一方面搁想要返去旧的所在活伫这个中间的状态，精神上一般来讲压力足大的心情大部分拢是无好的战后台湾国民党来统治，会使来讲是一个流氓者的少数的统治啦会记咱头拄讲这个民族主义者上歹忍受的一个原则，就是讲一个土地上一个多数人受到少数的统治看起来咱台湾。看起来就是哪袂是符合这个民族主义者上歹忍受的这种社会情形啦。我相信这就是战后规个咱台湾民族主义，也是台湾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上基本的历史条件，就这少数流氓者的少数统治我要足紧举一寡例。来看战后这种什么叫做流氓心态啦我要举的例，颠倒是这个咱外省朋友上早第一代走来咱台湾了后，因的第二代的这个情形为什么看这个第二代？意思是讲，既然是第二代照讲伊伫台湾出世也是大汉，应该是无迄种流氓的过程、实际的经验啦问题就是讲，咱看到讲因为父母的教育，也是伫学校读册、学校教育，这个准讲是伫台湾大汉出世的这个外省朋友少年伫60年代、70年代，嘛是一种伪流氓心态啦，就是讲迄种心态，流氓心态其实模仿因的父母迄代来咱我举一个例，就是讲，这个有一个叫做林淑如，1975年，伊其实迄个时代。伊伫政治大学读册伊是一个大学生这是伫政治大学内底
学校内底一个学生的刊物，伊写的文章啦吼。伊是湖南人吼，所以爸母自细就甲因讲湖南足水足水吼，家乡的稻米安怎偌大丛吼，水果足偌水偌水。所以自细就感觉讲，伊那就咧听迄个政府迄个反共大陆迄个呼声一响吼，咱甲爸母就要共个等于湖南迄种感觉吼。所以家己嘛感觉讲，伫台湾也是一种伫这个活伫中迄种状态吼。第二个我要举的例是这个王福苏啦吼，可能有的朋友若读过一寡册，可能知影王福苏是啥人。我记的例是1970到71伫台大读医学系时写的文章吼，嘛是伫共阮做学生少年时代伫学校内底刊物写的文章吼。伊讲啊，迄个董天湖吼，董天湖是爸爸妈妈斗阵讲的所在啦。所以伊毋捌望过故乡的大地，毋捌看到故乡的蓝天，毋捌食到故乡的白米，只用为地图面顶去怀念伊的故乡吼。虽然伊是伫台湾成长大汉的，伊也是斗阵咧怀念大陆的故乡吼。苏先生尾啊，因为医学院毕业的，尾啊伊捌做过省立新竹病院院长啦，有人可能知影吼。伫迄个时代外省的有名的迄个文学家吴丽华写一本著名的小说，做者朋友可能读过吼。又见张鲁，1966年的一个小说。这个小说是咧写迄个主角一个外省的，算讲嘛是算第二代的年纪，这个毛天瑞毛天瑞算讲来对爸母来台湾，尾啊去美国读册啦，因为感觉台湾天地伤小啊，一个小岛，国民伤小吼，无啥物发展的。问题是讲去美国又感觉台湾毋是家己的厝，美国嘛毋是家己的厝，美国嘛毋是家己国家，两边走撞，嘛是感觉活伫中迄种艰苦啦吼。虽然伊伫足短的时间捌转来台湾，探亲结婚找对象，永远感觉讲家己是一个无根的一代啦。这是60年代一寡第二代外省朋友描写因家己爸母甲因这个少年一代迄种心情啦吼。那安尼咱来看本省人，若是本省的少年的朋友，伫咧60年代、70年代大汉的吼，虽然伊根本就无外省爸母迄种流氓的心情，问题是读学校的册大汉的，嘛是有迄种那是咧模仿迄个人流氓迄种心情啦吼。我甲这称呼做叛叛意思是讲因国比外省朋友搁较无成，人咧正经的流氓的心，完全是搁较是模仿来吼。这个张俊宏，咱大家拢知影，伊早期做过民进党的代理的，民进党的代理的主席啦吼，算讲伫本土的迄个政治人物，足有名、足杰出的一个政治人物咯。伫70年代时，伊差不多30几岁吼，伊伫国民党内底做代志，伊捌安尼写吼。伊讲到阮遮知识阶层吼，尤其是咱伫这个台湾正头读册少年的，嘛是共款互教育组要继承这个中国5000年的历史的继承者，所以嘛是共款想要反攻大陆，要去等于迄个1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啦吼，所以嘛是共款吼，嘛是共款迄种流氓的心态。咱过来看一个，大家一定知，就是云门舞集这个有名的这个舞蹈团体的创办人林怀民先生。林怀民先生，因老爸是林金生嘛，捌做过咱台湾的内政部长，是嘉义人嘛吼。林怀民一个1947年出世的，伊伫这个60年代末期，甲70年代早期，都已经足少年，就是变做足有名的小说家啦。伫咧1973年的时，伊出版这个《神》神这个小说。伊这个小说这本小说集内底，这本册内底，册拍开第一面有这个作者的介绍，伊阵啊26岁吼，伊是安尼讲的，伊讲我林怀民台湾人，台湾人等于就是讲本省人意思嘛吼。伊讲安尼讲，并毋是我强调我的籍贯啦吼，是咧讲我的生活的背景。我较千千万万战后出世，伫咧出世，伫咧遮大汉的囡仔共款，20几年来社会足安定的，
战乱吼，已经无阮的代志吼。大了一切，阮足熟的读册，国民党的教育吼，拢是咧讲大了，所以阮足熟的。啊，毋过无记伫，阮有诶，敢若即马吼补习读中，要考试读大学，安尼其他拢本省外省的囡仔拢其实拢差不多啦。伊主要是咧讲这啦。伫这60年代迄个时代，咱也是像林怀民，也是遐个少年人。你若是伫迄个时代，可比讲是一个大学生，你搁较会晓关怀这个公共的事务，会去想讲啊，咱台湾社会是要安怎变做较好？咱中国是要安怎行？会有这种历史的意识、政治的关怀，而且你搁对文学、历史，这种文化问题搁敏感的人这伫迄个时代应该是拢是少数人啊。这个少数人伫迄个时代，而且佫有一个特色，就是讲像我头仔记遐林怀民遐人，因大部分对顶一代人，拢有一个感觉讲家己甲顶一代无共款，迄种足强烈的感觉吼。因这种少年人，你若是关怀这个国家民族的这个大代志，大部分你像林怀民迄种迄个时代的少年的知识分子，上强烈的关怀的特色，就是讲因为足关怀中国要怎现代化中国要怎现代化。咱毋只爱中国，搁爱中国现代化；咱毋只爱现代化，嘛是爱保留中国的特色。所以这是一个现代甲传统的中国用结合起来这种迄种理想啊这阵人大部分受到欧式的自由主义的影响啦这个1962年的中西文化论战，外省的少年朋友李敖发动的这个中西文化论战，其实就是这种少年人对因外省人顶一代迄个不满的迄种冲突的上典型的代表。咱伫这个60年代，用看到这种文化的表现，这种少年人出世伫战后大汉读册少年人，在表现这种想要追求现代中国，搁要保留中国的特色，搁要改革文化，搁要追求民主这种理想的这种文化的表现，可比讲有人去办杂志，迄个名就叫做这一代啦因为口号就是讲，咱要结合中国这一代，创造中国这一代啦伫社会科学研究内底，你用看到60年代著有名的这个反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写的《为传统甲现代》这本册，是伫迄阵啊足侪人读的只要是你迄阵啊小可关心国家民族大事大部分人去读这本册伫这本册拍开的第一面，你就用看到这个金耀基先生写的一句话啦伊讲我这本册要献予遐个献身予中国现代化的人，因忠于中国的过去，佮忠于中国的未来这毋只是外省的一代安尼我要举一个咱大家拢来知影的，就是咱前副总统李秀莲女士虽然伊是一个女性，伊伫1944年出世，我感觉伊是伫这个60年代读国民党的册大汉起来，有迄种中国甲现代化，有中国甲现代迄种相结迄种国族认同上典型的代表啦咱知影李秀莲前副总统，伊是咱台湾上早转来，甲西方的迄种理性主义早转来咱台湾宣传宣传咱女性的迄个意识，宣传咱女性的迄个权益上早的一个代表伊阵伫报纸面顶写足侪，70年代早期转来是伫报纸面顶写足侪文章，要甲迄个文章结合起来，出一本册叫做《纯粹另一线汤》啦这本册写了足好诶，所以印几啊届尾啊再版诶时，伊迄阵30岁，伊讲一句话，伊讲我虽然有朋友讹了我，讲我是足古锥诶，搁嘛个性搁足严严，两边拢有而且搁有中国诶这个儒家诶思想虽然讲我足古锥诶，搁足严严，这我不敢当啦。毋过我讲我中国思想，我是足欢喜因为我家己感觉讲，我身为中国人，
死一定做中国鬼啦吼。我是要追求就是这个现代逻辑的这个中国之路啦。我感觉这个伫60年代像吕秀莲安尼大汉的女性的本性的少年的知识分子，其实嘛，伫感情面顶，伫国族认同面顶，其实甲外省少年一代无啥物差别啦吼。不过咱也知影，伫迄个时代，足侪少年的这个知识分子，若有小可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大部分是一般人听袂到、看袂到的啦吼。比如讲，64年皮民兵带领的学生啊，要宣传这个台湾人民自救运动宣言的时，第一个宣言发出去进程，就已经去互掠起来啊，李国明甲柯祖德甲黄华英嘛是共款，这个组织起来，就马上去互掠起来都咱拢伫迄个时代是听袂到、看袂到的。这两项代志。这个皮民兵的因的代志，甲李国明的代志，其实就是咧表现这个民族主义。头拄咱讲的，民族主义者上无法度忍受的，伫家己土地面顶，为虾米受到因认为是外来统治者，的这种统治，这是因上无法度忍受的。我想要讲就是讲咱的政治立场安怎，咱先甲放一边，问题这是咱台湾行过历史啦，咱有可能赞成。那可能无赞成，无咱为一个历史的过程去看，而且甲别个国家、别个世界的土地发生的代志来比较，咱会用较知，咱才用较了解咱台湾家己是发生啥物代志简单来讲，这就是迄个因民族主义者上无法度忍受的代志。时间过了真紧，来到1970年代，经过着国民党伫台湾统治20外冬台湾开始。足大的变化开始出来这个足大的变化主要毋是为国内开始，是为国外开始的就是讲，咱知影迄个尾也知影，这个钓鱼台伫咱台湾东北边这个钓鱼台，这个小岛甲日本相争，结果咱就输，中华民国台湾就输予日本钓鱼台，尾也就去行政权，上少是行政权尾也叫日本摕去这尾也伫美国的咱台湾去的外省。为主的这个留学生就发起保卫钓鱼台运动，简单叫做保钓运动啦这个保钓运动足久嘛传登来台湾可比讲台北，咱台湾北部主要以台北。伫迄个时代，迄个时代文化学院、政治大学其实拢有保钓运动，只不过尾仔资料留落来足少的，所以今仔日讲保钓运动大部分拢是以代代留落来资料为主，这是足可惜的不论安怎，迄阵的少年学生大学生、研究生，还是讲少年初踏入社会，这个知识分子开始起来舞这个保钓运动。这算讲是因开始参与，敢踏出大门，敢踏出学校的校园，去参与公共运动，大胆一步啦接来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去开始访问北京，美国总统嘛去访问北京。签订了尾后，咱知影这个上海公报，咱日本嘛甲咱断交这拢是咱尾后咱知影的代志。伫这个上海公报内底影响足大的啦进前伫台湾的民众，包括这少年人伫台湾听到大部分是世界上敢若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咱台湾当然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代表啦过两天报纸一拍开，看到。美国总统甲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签订这个上海公报内底写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当然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这对足侪迄阵啊读国民党的册大呢，这个少年的学生知识分子是一个足大这种影响所以为迄个保钓运动开始，慢慢就一寡少年人因为参与这个保钓运动，就开始组织起来。伫台北这方面当然是，尾后咱知影代的学生上积极，行动上具体，规模上大啦因足侪少年国外口的这种学术、政治，甚至甲企业界的少年人斗做伙办这个大学杂志。
这个大学杂志伫1970年到72年之间，这个两冬时间，是伫这个尾啊，咱知影东华运动起来进前吼，伊上主要要求咱台湾政治改革甲民主的声音啦，是为这个大学杂志出来吼。为这个保钓运动开始，过来甲大学杂志，即个学生啊，甲少年知识分子，到尾啊，咱连袂讲到这个东华少年人。我伫过去的研究内底，规个合共的叫做回归现实的时代啦，回归现实的时代啊。这个70年出现的这批少年人吼，因受到这个咱外交的这个失败，足大的这种冲击啦吼。这种冲击伫心理学内底，有当时会用这个心肝来这种受伤哦，叫创伤这种这种才去讲伊啦吼。因为这种冲击伤大。所以，好比讲看到上海公报，哦，这种代志，甲因以前知影代志完全无共款。迄个世界那么说，就是讲颠倒变吼，产生一种我叫做觉醒的过程。这个觉醒的过程因开始关心台湾的土地、台湾的人民、台湾的乡土、台湾的现实啦吼。什么叫做觉醒？哦，伫历史上，咱若讲有一群人觉醒，还是讲一个少数人觉醒，咱大部分是咧讲啥？就讲这个人开始会甲家己吼，咱一世人活伫世间上70-80年、80-90年吼，较长寿咧，80-90年。咱的生命是有限的，问题是一个人觉醒，就开始甲家己有限的这个短短生命，放伫一个足长的历史内底去看家己吼，感觉着讲家己毋是生命活这70-80年有觉醒尔，咱活伫这个世间几啊十年。其实是甲以前的人、甲未来的人拢是有牵涉的吼。甲咱家己的要做啥物人，要追求啥物，放伫一个较长的历史面顶去看、去追求吼。意思是啥？意思是讲，一个人要觉醒，会甲家己放伫一个历史面顶去看家己，开始有一个历史意识啦吼。一旦一个人觉醒，有一个历史意识出来，知影讲家己甲过去、甲未来几百几千年拢可能有关系的时阵。你是啥物世代，你就开始出来，你就感觉讲啊，咱这代人，甲爸母迄代有啥物无共款，爱为后一代有啥物责任，哦，这种世代意识就出来。所以历史意识甲世代意识这两个大部分是无法度分的吼，一体两面啊。这个几个10年，咱就看到政治上追求建国优先，啥物意思？意思是讲，咱无爱像国民党以前教咱的，哦，上重要是爱反攻大陆，无。即摆咱爱先伫咱家己有诶土地面顶建设咱诶国家，哦，建设咱诶民主政治，甲民主政治创好，未来要统一大陆，哦，要统一中国，迄是未来诶代志。所以因就主张讲，政治爱回归现实，建国优先，民主至上啦。伫文化上，袂使咧阁像以前安尼，敢若看到现代中国这两样物件吼。伫现代中国物件，要一个咱乡土诶台湾伫遮，伫眼前，咱咧搁较重视吼。虽然咱无放弃着追求现代中国，为乡土的台湾，吼，建国优先，民主至上，上重要，而且搁咱找咱乡土的文化。这个时阵，因也无放弃着这个现代中国这个理想，所以你讲讲，因伫这个要重视这个乡土台湾的这个路途面顶，因是算讲伫中国要找看讲有台湾的特色吼。咱既然是一个中国人。伫台湾嘛是有中国的物件，咱来台湾找看卖啊咧。这等于是讲伫中国的这个概念以下，在找台湾啦。这个中国也是较大一种无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足紧举一寡例吼。这个觉醒的这个回归现实的世代，不论外省本省的少年朋友，拢足侪人的吼。愈来愈侪人啊！我嘛是共款记一个大学生校园内底报纸叫做《大学新闻》啊，因新闻社大学新闻社写的学校内底学生的报纸的社论啊。这个社论就是讲啊，22当前，咱丧失掉咱大好的河山大陆，走来这个台湾岛吼，政治的决心早都毋是口号尔啦吼，也是一个看板吼，
咱应该是要追求咱伫这个自由的台湾土地面顶，咱既然是强翻咱，无讲互大家嘛无要紧，咱上重要是直接建立家己民主宪政的体制啦吼。尾啊，后摆要反攻大陆，迄是更较远的代志，后摆才来讲，这都是回归现实世代基本的主张吼。报起一个咱尾啊，伫咱台湾变做著名的文化评论家，南方朔，伊的本名叫做王兴庆嘛吼。我嘛是共讲记以后伫台大读册，去讲1971年写的几句话来讲啦吼。伊阵啊讲，我是伫一个出世伫大陆、生长伫台湾的中国人，对这个勇武的土地甲人民有无比的感受甲热爱啦吼。这个南方朔伫迄个时代写这个物件是尾啊，伫台大毕业的时，伊因为是要实现讲伊家己理想，讲我爱中国，我嘛爱台湾，所以伊虽然申请着去美国留学读册，伊就放弃就拢留伫台湾，所以尾啊变做著有名的文化评论家。我相信足侪朋友拢知影。我记一个高准，这是迄个时代嘛是少年，差不多后尾才拄啊40岁尔吼。伊阵啊是写现代诗的。伊讲我8岁来台湾，大陆我从来捌去，毋捌生活过，无任何大陆迄个事物是我熟悉的吼。所以我感觉讲，咱台湾甲大陆已经出现一种足大的文化矛盾啊！我要特别提醒，这拢是外省朋友写的话吼。这里今仔日看起来，咱就是无啥物共款，无感觉咱无啥物了解吼。问题是迄个时代，就代表因一种觉醒啦吼。觉醒讲台湾开始愈来愈对因重要吼。这个高准写这篇文章的是人伫咧澳洲啦吼，所以因为伊写这篇文章发表伫香港迄个明报迄个杂志，所以国民党甲列入去黑名单，无会转来，伊足久才会转来台湾的吼。我搁记一个，大家拢知影，这个王晓波先生，伊阵啊伫台大做铁学系讲师吼，迄个拄啊摕到硕士学位尔。伊阵咧批评海外留学生内底保钓运动内底的留学生，在支持中共迄种左派啦吼。算讲，这个王晓波先生，伊伫台湾在批评海外咱家己出去学生在支持中国的迄种左派吼。伊讲，这个台湾人家己人民饲出来知识分子，袂用这个袂用重视咱家己台湾1500万的农工大众，哪样去重视这个中国人呢？伊实在无法度了解吼。表面上因是咧爱中国，只不过因咧爱中共的政权吼。伊批评这个咱台湾出去的留学生这支持中共的人，是对台湾无负责任啦吼。因将来毋捌讲想要甲咱台湾治好的决心吼。你用看来讲，迄阵足侪外省朋友因觉醒，嘛是共款咧批评因家己外省的迄种外省人的政治的立场吼。伫这个因觉醒的过程内底，因有一个足剧烈的主张，就是讲要改选这个中央民意代表，立法院、监察院、国民党的代表。上早咱伫咱台湾提出这个改选中央民意代表，就是这个70年代上早一批少年人吼。我伫遮举一个郭英潮，我无时间好慢慢读伊的详细内容哦。这个郭英潮先生伫迄阵拄为国外留学回来，可能伫这个东海大学政治系咧做教授，遐足少年的，无到40岁吼。这拢是迄个时代70年代迄阵这个少年人觉醒的少年人出的册。你用看这本这个册名，你就用看出因足清楚迄种，因认为家己是新的一代的人迄种无共款的迄种感觉吼。迄个册名你能看出来，这个册拢是表现迄个觉醒的迄种想法哦。参悟万岁，特别参悟政治吼，新生代呼唤这有。可比讲是这本册内底，这个宋国成甲黄宗文合编的这本册吼，访问到一大群迄阵觉醒的少年人吼。咱若咧看即卖 YouTube 你可能看到这个宋国成先生要足积极在做一寡片吼，在谈论咱台湾的政治啥，伊就是为迄阵开始踏入公共政治甲公共关怀的这个路途吼。伫这个因访问的这个觉醒的少年人在内底，你用看到足侪名，咱其实拢普知影吼，陈菊、陈婉珍、李秀莲尾来林正杰、朱芬涵先生是咱尾来咱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嘛，
政治学方面的意思，还有陈永兴医师嘛吼，还有张富忠先生，这尾拢参与政治足深的吼。头拄遐若是讲较有政治的，咱即摆过来看这个文化这边吼。这个文化这边，1970年代，咱看到现代史的论证开始出现啦。报道文学开始报渔村、农村工人，乌炭在工人，这种报道文学开始走出来。咱嘛来看到有人去开始去探讨日本时代，咱台湾敢有文学，还有人开始去写咱台湾的乡土文学这种小说，嘛有人开始去学咱台湾，咱台湾日本时代敢有反抗日本人的这种社会政治运动呢？还有咱看到林怀民先生嘛去提倡这个云门舞集，还有人去办这个中国民歌的运动。迄阵洪通先生画甲朱平先生刻的这种木刻，虽然无读过啥物册，开始受到重视啦。这我头拄讲过啊，这一切拢是要甲国民党统治以下这个流氓的心态，甲放一边啦，要开始重视咱台湾为乡土。为追求现代中国行来回归咱乡土台湾，这我头仔讲过啊，算讲是伫无放弃掉现代中国，伫台湾要找中国这个物件。我即摆紧的比例无时间的无够较歹势。这林怀民呢，创立这云门舞集的上头的迄个想法，就是讲，咱中国人爱做剧，中国人爱编舞，中国人爱跳，中国人看伊这个立场。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伊家己讲的这个立场，可能即马足侪朋友已经毋知影，伊上早创立这个云门舞集是这个想法。好，接落来我要集中到这个咱的精神来看这个70年代有三群少年人对咱尾文化的本土化、台湾化上重要，就是我头拄遐红字拍出来，迄三群人。这三群人就是咧努力，咧宣传咱日本时代，咱是有台湾的文学，有人去写乡土文学的小说，有人去学咱日本时代台湾的反抗日本人的迄个历史我即摆要开始讲这三群人，因为尾对咱的发展上重要。可比讲当时担任这个大学杂志的这个社长陈孝廷先生伊阵差不多40岁左右啦要到40岁。伊其实是政治上伊就主张中央民意代表要全面改选啦。问题是一方面佫足努力伫探讨着咱日本时代是毋是有像现代其他国家出现的这种新文学。结果伊发现着讲有咱台湾嘛有像中共五四运动尾出来迄种新文学诶各种小说、诗，甲其他文学作品出来，所以足努力的，伊就足努力写一本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这是薄薄一本册啦这本册可能是台湾到即马上早出来一本介绍日本时代台湾新文学的迄种成就上早一本册，虽然是薄薄一本咱阁看到尾这个变做台湾文学上重要的这个研究者之一。张良特先生，伊迄阵嘛是为中国文学立场内底入去研究咱台湾乡土文学的嘛是因为爱祖国，才去研究台湾的迄个日本时代文学。迄阵的杨贵先生虽然年岁足大，毋过因为伫日本时代成长过，伫日本时代写过小说，日本时代都有成就所以尾这个少年人。当作是因为这个杨贵先生是为伊找到少数一个日本时代活过因顶一辈的文学家，所以这个少年人甲这个杨贵先生当作是台湾人抗日的上典型的这个文学家的代表啦像林水明先生，迄阵伫成功大学，伫台大读册，尾走去成功大学担任教授的这个林水明先生。伊甲这林贵就当作是伊想要学的，伊想要模仿的这种典型啦另外第二
第二边重要的任务就是遐个写乡土小说小说家，嘛有经历一种觉醒的过程虽然这个像陈应真、王春明这个小说家，因伫60年代就开始写小说啦。问题是因的小说到70年代才开始用重视，当作是乡土文学。这原因就是讲，伫70年代开始有这种回归现实、回归现实、回归乡土这种精神出来，所以开始去用重视，尾后称呼做乡土文学啦。伫这个乡土文学内底，迄阵的这个外省文学批评家何欣先生，就安尼形容这个咱台湾本省人这个少年的乡土小说家陈应真因啦。因讲因这个人这个少年人是本省人，是生长伫台湾的农村。因个用普通国语讲，这是像外省第二代遐个当台湾当作是因那袂知才做人客的所在，毋是故乡的这个第二代这个作家是无法度写的，敢若用本省的少年一代这样做这个乡土文学家，这样写台湾的农村这是当初时这个外省的这个文学批评家何欣伊看出去的迄个台湾的乡土小说家的情形啦。佮记一个乡土小说家内底著名，这王春明先生，伊嘛是经历一个我讲迄种觉醒的过程一旦这个进入这70年代，连这个文学家都经历着这个觉醒的这个过程。连这个王春明伊就讲伊讲我甲咱的民族当作哪袂说一张大心目啦这个大心目就咱阿里山的心目活5000年啊。咱这个人就那遐大心目一个树叶尔。咱做一个树叶是要贡献着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为咱的中国的民族献身这我就无要搁斟酌讲啊王拓是一个家人大汉的小说家伊阵嘛经历一个觉醒的过程，开始为一个家己感觉是一个敢若知影读册的一个少年人变成一个重视民族国家，甚至为理论上去思考的一个知识分子伊家己安尼讲家己啦这小说出来，乡土文学嘛出来，啥物人读呢？啥物人支持呢？嘛是共款一群新的少年的读者啦这共款是这个何欣的观察伊感觉迄阵的新的读者已经开始出来甲遐个写的人、宣传的人共款，读者嘛是一群毋捌经历过大陆的人已经放弃掉父母迄代对大陆迄种慢慢放弃迄种感情，开始要来认识咱台湾迄种少年人，开始去支持这个乡土文学这物件那这个政治方面，咱就开始看到党外，咱尾啊叫做党外这阵反抗着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人物开始出来伫迄个时阵，黄信介甲孔令祥先生是年岁小可较大一寡，大差不多40以上当因1979年代开始出来领导这个反抗国民党的这个统治的时，开始有一阵受到大学教育以上的。尾啊，因家己叫家己嘛，别人嘛叫家己叫做党外新生代，这个少年知识分子开始咧追随黄善士甲孔善士这两个人的领导啦咱伫迄个时代上尾一篇上重要的一个党外杂志《美丽岛》面顶，你就能看到黄信介先生写的迄个发刊书，迄个标题就写做共同来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啦你就知影讲，迄个时代因足清楚的，因是一代甲进前无共款的人甲爸母无共款的新生代，想要来杀这个政治民主运动啦李秀莲女士尾啊，副总统伊尾啊加入这个党外政治的时，家己嘛捌讲讲阮这阵党外人士只不过是国民党家己教育出来因甲咱教做爱民主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成员。其实，阮完全是受国民党这些教育中大成人在这个文化的探讨这方面，这党外这少年知识分子其实扮演足重要的角色啦在这个孔令祥、黄宏雄因办的因参与的，甲因写的文章
发表一个动画杂志内底，差不多这4份台湾政论这一代80年代美丽岛这4份，伫咧70年代上重要的这个动画杂志，差不多逐期内底你拢找到在讲日本时代历史的这个文章啦吼，我则举几啊个互大家看，我就无要详细讲啊吼。迄个时代等于讲，才会投入党外的新生代，因不止一方面在参与政治运动，一方面在看因的前辈、因的爸母迄代伫日本时代，是毋是嘛甲因共款对政治有兴趣？因参与反抗日本人的政治，日本人是到底是安怎对待因的吼？这文章用意拢是安尼。因除了伫党外杂志内底发表文章，因佫写册，上有名的这个尾啊，吼，嘛伫民进党内底扮演足重要角色，这洪雄先生，伊应该是上早咱台湾的知识分子去写蒋纬水先生啦吼。当然，蒋纬水先生尾啊，咱台湾人咱拢开始了解啊，这上早也是由伊开始写起的吼。伊伫70年代就写这3本上重要的册啊吼。蒋纬水先生的迄个传记，甲咱台湾同胞反抗日本的这个历史，甲蒋纬水先生写的文章的这个选集吼。伫迄个时代，这个党外新生的少年的这个知识分子，到底是安怎看咱台湾历史吼？也是比这个洪雄伊写足侪，比伊做例啦吼。伊甲遐文学家嘛是拢差不多的态度吼，安怎看？文学家安怎看日本时代台湾的新闻行呢？就是哪像这个政治的新生代安怎看日本时代咱的祖先反抗日本人的历史啦吼。因也是甲中华民族追求民主宪政的迄种历史甲共的咧看吼。等于讲，伫20世纪的初期，洪雄是安尼看的，一边伫台湾这边，嘛有咱日本时代的顶一代蒋纬水先生，因咧追求民主政治；伫中国嘛有孙中山，因咧追求民主政治。对伊来讲，这两边拢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在追求民主体制的实现啦吼。这是尾啊，伊佫出版的一寡共款的，拢是3本册再版啦吼。咱今仔足熟的这个蒋纬水高速公路，就是咱这个国道5号要去宜兰迄条嘛吼。啊，2010年是咱台湾嘛捌出过纪念蒋纬水先生的这个10块的这个银钱吼。这拢是上早拢是为这个70年代迄个时代党外新生代探讨开始的吼。同款，我也是举一个咧，这个头拄啊李秀莲副总统进前讲话，咱已经看过啊吼。自70年代开始的时，李秀莲女士倒来提倡这个新女性主义，伊其实是已经摕到法律的硕士啊吼。伫迄个时代，一个女性会用摕到法律的美国硕士，算讲是一个足大的成就吼，无简单。所以顶下台湾就入去行政院做这个科长啦吼，算讲足悬的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阶层吼。啊，毋随着伊提倡这个宣传这个女性主义吼，伊发现愈来愈甲政治无法度分开吼。发现讲伊提倡着这个宣传这个女性主义，国民党咱袂说无啥样，无啥物引准伊吼。伊要去啥物所在演讲，临时就去用取消吼，要做啥物场地，人嘛不准吼，伊就尾啊感觉这尾啊后壁是政治的问题。愈来愈受，伊就感觉讲政治的问题甲女性的问题是无法度分开的，所以伊伫4当了就加入党外吼。伫1978年变做党外迄个民意代表，要伫桃园竞选迄阵啊国民党的代表。伊伫竞选期间，为了要宣传写出个文章诶，尾啊甲文章结做一本册，迄本册叫做《台湾的过去甲未来》啦。这个册内底主要讲咱台湾的历史，伊是安怎讲呢？伊讲我感觉妇女的本质的问题，甲台湾人的历史命运是共款的啦吼。要解决女性的问题，就要解决台湾人的问题，这两个是无法度分的吼。所以呢，伊要超越传统中国的本位主义。我无要为中国的立场来看咱台湾啦吼，我要开始以台湾本土的人民的立场来看咱台湾的历史吼。
咱台湾历史300年来是无主权、身不由己、任人摆布的悲惨历史啦。佫较重要，伊感觉讲，啥物人是台湾人呢？无分本省外省，只要你认同台湾，无论你早来晚到，拢是台湾人。只要你肯甲台湾共艰苦，这是1978年伊讲的话咱甲遮小可停者，咱想看咧甲这个1970年代时，国民党统治台湾差不多20几冬20几冬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你若伫国民党都来台湾出世，差不多你就是中大成人，受大学教育，开始要踏入社会，迄个少年人的年纪这一代人是受到国民党教育上完全的一代啦咱若伫迄个时阵读册读得足好的，成绩足好的，代表着讲咱甲国民党册读得足好的，就是讲咱中文就学了足好的意思啦你看这个1964年时，彭明敏先生伊甲伊学生互抓起来时，政府国民党政府内底有人咧怀疑讲因这个宣言文章写了伤好1964年离这个国民党来台湾差不多要无到20冬嘛，因认为讲这个文章无可能是台湾人写的。到1977年的时，这个姚嘉文康宁祥先生为这个张俊宏先生册写这个前言的时，伊是安怎讲的？讲伊看了这张俊宏用写这个文章写这个册，伊感觉咱的主题经过30年的民族训练，注意伊民族训练是考起来讲伊讲啊比外省人标准，文章写啊比外省人更较好，哪会袂互咱遮的心肝老是艰苦甲足艰苦的爸兄，感觉足骄傲的，更较欢喜呢？这两个物件，咱来倒变过来看倒变过来看，意思是讲，本来台湾人虽然是战后受较济的中文的教育，其实足济人中文拢无当写了足好的无法度写了足好的。国语嘛，拢讲了无标准咱来倒转过来看，只要少数人会用写足好的，讲足好的，可能开始有法度甲统治者比拼甲追求平等的地位。咱这个物件变过来看，这就是一个伫家己的土地上受到家己感觉讲是这个外来者统治的知识分子的心声啦。这咱来颠倒过来看真不幸的就是讲，1978年的这个民意代表选举就因为美国甲台湾断交，就完全停止这是迄当迄个选举活动一寡宣传单啦咱无法度斟酌看，这就是迄个1978年停落迄个选举的宣传单我举几个例子伫甲这个70年。经历着这个几十年，70年超过10冬的这个少年知识分子，不论伫政治还是伫文化面顶的追求了，拄啊伫这个70年的上尾一冬，1979年就发生这个高雄美丽岛事件咱美丽岛事件，咱尾也拢知影过程差不多是安怎。甲上尾就是讲，一大阵包括。康宁祥包括迄个吴信介先生、张俊宏先生，因拢去互抓起来70年代主要的党外领导者伫这个事件内底，规个拢放入去家内底，这算讲是这个党外政治运动一个大失败啦这一个大失败，翻头过来看，嘛是算讲是1970年代政治文化开始要转变的一个大起点啦这个起点是安怎开始的呢？因为这个本来领导者拢去互抓入去开始另外一批更较少年的党外人士出来做领导者，因都变做甲将一个抓入去这个前辈态度更较积极更较主张更较强烈开始本来迄种较想要改革国民党的统治，行向迄个较民族主义这条路去行所以为追求这个外省人甲本省人平等这种台湾意识这种改革的这种主张，开始慢慢行向民族主义这个色彩这种台湾意识的宣传
本来是甲台湾当做一个乡土，中国以下的乡土咧对待，即摆开始甲台湾正面来看，当作无中国伫遐一个本土咧看吼，开始甲乡土当作本土这个概念是无共款咧宣传。这个台湾民族主义的色彩一旦出来，就开始要追求自由民主、独立建国，这个主张就走出来。这个主张会开始伫文化面顶嘛，用看会到，政治面顶更较清楚吼。啊，这就是我头拄讲的，咱迄个你看到的民族主义者上无度忍受的原则，就是要实现啦。尾啊，咱伫美丽岛事件了后看到就是啥物？就是看到1980年代这个主张开始嘛，尤其是进入到90年代，慢慢地影响到更较大的社会，更较大的一般的民众。这就是台湾，你用讲是一个公民社会开始咧出现啦吼。伫1980年代甲90年代，咱也伫迄个时代活过20冬，规个台湾社会，你就是逐工看到政治的抗议、社会运动。文化的挑战，这个外省甲本省的族群关系愈来愈紧张，国家的认同的冲突，也是讲统独之争愈来愈严重，差不多拢是伫80年代中期甲90年代中期，即差不多10冬开始愈出现吼。这10冬就是咱看到民进党的成立，李登辉变做国民党主席，国民党内底本省人嘛甲坐过外省人。3个国会的老代表拢退掉，咱第一届伫中国的飞弹威胁下，有总统直选这个代志出现吼。伫这个90年代年初，这个90年代这个时间内底，咱嘛开始出现社会开始出现一个新的观念，这个新的观念是咱以前无的吼。以前伫台湾，咱若讲到咱台湾有啥物人呢？也可以讲有外省人，有本省人。有迄阵叫做番仔，咱番仔这个原住民啦吼。慢慢这个四代族群的这个观念就开始出来啊吼，咱开始甲本省人内底，本省人内底佫分做是河洛人、客话人、甲客人吼。这个四代族群的这个想法，开始甲本来这个外省人甲本省人这个两分的这种方法，这种想法，两个观念拢开始出现吼。那为这个外省人、本省人行到这个四代族群这个想法，这是为一个本来中国的这个概念以下，迄个同化主义行到想要摕台湾做国家的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较平等的这个观念，都无共款啦，开始慢慢出来吼。这个80年代、90年代，咱就开始看到这个我头讲的这个气势民这个文化政治开始出现咯。我用一个足简单的方式，直接甲表达出来，我就暂时结束吼。咱开始伫这10年看到历史上开始有本土化的观点开始出来，开始提倡开始宣扬讲，咱要安怎看台湾的历史呢？内容我甲当作是中国以下的一个乡土。咱台湾开始要有家己主体性，主体性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咱台湾民众、台湾人开始要做一个主人，换出去，毋是为别人眼光看入来，这就是一个主体性的意思。咱安怎看家己文化呢？咱家己嘛要家己文化的主体性，所以伫这个主体性的观念以下，才有台湾史这种观念出来。以前敢若讲中国史嘛，无台湾史嘛，台湾史的观念就是讲，咱开始要有家己主体的观念，开始发展台湾史，做台湾史的研究。文学内底，进前敢若中国文学，无台湾文学，即马开始要有主体性的追求的是，家己要有家己的文学，家己要有家己的文学史、文学历史。开始有人去开始去研究咱台语，慢慢就研究客语、甲原住民的语言。伫咧早期90年代。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就开始去杀乡土语言的教育，再慢慢历史、文学、语言开始走出来。好，我要做一个结论，我就要交陈教授，歹势，我时间用伤济。
准备物件足济，放袂掉。我的结论就是讲，要转来甲咱头拄仔迄两个表啦吼。咱讲是安怎台湾发展甲发展甲会有迄两个表调查的民意出来吼。头仔咱问讲，咱会用世界民族主义这3个阶段来看咱台湾无？我讲应该是普会使哩吼。咱头拄安尼讲落来，意思咱就用看着讲，70年代咱80年代早期时，咱就用看着知识分子在追求台湾的语言、文化、历史嘛。咱讲看到像党外尾民进党出来，主张台湾民族主义、台湾意识，都伫80年代到90年代看到第二。在90年代，差不多都是愈来愈侪民众受到这个影响，开始愈来愈侪人感觉是中国人，台湾人毋是中国人。所以为安尼看，是用看到讲，这个3个阶段嘛，伫咱台湾看到。重点就是讲，我头仔讲过啊，伫历史上来看，世界各地拢共款。这个3个阶段是一定会安尼1、2、3安尼行吗？我讲无一定嘛吼。有的所在行到第2会倒转去第1，行到第3无定个倒转去第1。而且一个所在，准讲伊尾也用建立家己国家，无一定这3个拢看会到。意思是讲，台湾准讲是用这3个阶段来看。行到今仔日啦，嘛有可能某一个1、2、3某一个中内底物件消失去，历史的路嘛有可能翻头，佫行长了。我首先讲到这边。好声个拍咧。真正感谢阿琴教授伊用遮短时间要甲伊遮侪年收集的资料，甲伊分析的这种理论来讲互透，迄是无啥可能的。不过，阮也是真感谢内容真丰富。即摆阮来好声来欢迎咧陈教授的这个评论多谢主席主讲人阿琴老师我今仔日呢来遮做舞谈真荣幸用家己妈妈教的语言来甲大家做一个讨论我即个要讲的题目甲定做台湾民族主义的历史甲初期因为阿琴教授讲的是1970甲1990年咱会使即款的情形，咱来看台湾甲即马的发展是安怎其实拄阿琴教授伊讲的时间的限制伊其实无讲完啦伊要讲的这内容1点钟久、2点钟久是讲袂完伊主要伊要讨论的，就是讲台湾文化的民族主义是安怎出现的伊有2本真重要的书一本呢咧讲1970年代今仔日的演讲的主要的部分伊差不多讲的是第1本书或者回归现实的世代伊咧讲遮个情形遮个人因为迄个去用中华民国去用踢出联合国了后所拄到的危机，对迄个时代的少年人有真大冲击所以因开始甲咱讲为中国现代化的中国开始扭转来台湾来发现台湾但是迄个时代台湾的观念也是中国民族主义之下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台湾伊今仔日咧讲的因为举真侪个例咱会使看到但是伊佫其实有第2本的书，今仔日无时间通讲或者中到台湾伊主要是要讲1980年甲1990年差不多10几年的时间内面台湾民族主义文化部分真重要的变化伊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讲美丽岛事件了后这台湾意识有真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讲开始为台湾是中国的
台湾开始刷位，愈来愈刷，愈集中咧，要安怎甲台湾会使变做民主化，变做家己的国家，就是讲一个去中国化。台湾意识愈来愈活动，即款的现象都出来啊！伫文学、语言甲历史即三方面是即文化民族主义是安怎去创造出来伊的主要是咧讲安尼所以我即个报告会使讲第二部分真可惜今仔阿勤教授伊无法度较详细来讲即两本书其实有重要发现。这个发现对有一寡人来讲嘛有小可受到打击第一本书就是讲啦原来1970年迄阵的关心的台湾真侪文化人啦、政治运动内面讲的台湾其实拢是中国的台湾就是讲国民党政府所甲咱灌输、甲咱教的迄个思想的影响对1970年其实并无消失迄阵的人虽然想要改变台湾，但是呢伊的心中想的迄个台湾也是中国之下的台湾所以这对真侪人来讲有小可有打击有人讲我迄阵我足自早就是台湾民族主义者，我毋是中国民族主义者但是阿勤教授伊会发现这可能毋是安尼第二本书会发现就是讲即个民族运动民族主义运动进行的方式真侪国家因是知识分子去宣传开始有政治的行动开始去影响到一般的大众有即个差不多即三个阶段台湾有台湾的特色就是咱台湾敢若第二个部分生出来第二个部分变做真重要的影响就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就是咱的政治行动的影响力敢若比那有一寡国家伊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生出来但台湾小可无啥共款咱是政治运动有真大的影响了后呢开始真侪文化人知识分子因也较开始来推动即个台湾的文化历史语言的运动这是咱的定式所以这个讨论我感觉真重要就是对于咱台湾做一个文化政治的共同体咱遮的人咱安怎了解咱家己的过去台湾文化的民族主义是安怎发展起来阿金老师甲咱提醒讲1970年甲1990年是真重要的时期因为有一寡譬如讲有一寡人讲咱1920年咱就台湾民族主义咯政治的民族主义、文化的民族主义但是阿金老师的研究发现讲可能无遐早可能要到1970年到1990年因为民族主义真重要的内容，毋是干那讲我是台湾人，毋是干那即个集体的人生尔伊真重要的一个元素是讲文化以外，佫一个真重要的元素是政治的元素就是讲即群人。我感觉阮甲别人无共款，阮是一个文化无共款的团体，但是咧政治上，阮希望家己统治家己，有即个国家追求的目标出来，咱才会使讲迄是民族主义的开始，那阿金老师的研究甲咱讲，有即种台湾做一个单元做国家，阮即个文化的基础，阮来家己统治家己。成做一个国家，即种思想出来，其实爱到可能爱到70年、80年、90年，即个时代才出来咯所以我感觉这是真重要的咱对家己的这个政治共同体、历史的认识这是伊的去做真实性、老实性在知识上有真成熟的一个表现虽然有一寡人会感觉讲足失落的我都有一寡思考家己的迄个政治的认同做一寡改变的解说但是咧学术研究顶头伊的分析是真有意思即个研究佫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台湾做一个民族主义实验室就是讲民族主义即个代志在真侪国家拢有发生。
在咱台湾咱是安怎发生的咱甲一寡西方也是讲其他国家因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有啥物无共？咱即种发展的过程甲民族主义的理论要安怎开始对话国际经验有啥物款的比较的意义我想伊即两本书真重要贡献是咧即方面咱拄仔咧讲但是即两本书有引起一寡人感觉无共款无欢喜听落感觉真碍叫但是呢，我家己成长的过程我想会使来做一个见证伊所观察到的即个现象确实1970年甲1990年迄个时阵我搁伫高中的时阵我开始去来反省讲迄个时代其实确实咱为细汉开始受国民党的教育一直到高中其实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但是开始为什么有转变？为什么会使搁去反省还是有一寡新的想法新的认同的开始呢那确实是美丽岛事件的影响美丽岛事件即个社会真大的即个冲击尤其美丽岛事件遮个人互掠了后1980年2月28号发生林义祥厝内伊的妈妈甲伊两个查某囝去互杀死的代志这对台湾社会有足大的冲击大家开始去关心这个人为虾米因到底是为虾米爱出来反抗？因到底是主张虾米？开始大家愿意社会愿意来反省来关心这个代志所以佫接落来即个美丽岛的迄个审判迄个军事法庭的审判规个社会拢专就是大家专心注意讲因遮个政治运动的人因的主张到底是啥货所以确实即个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对台湾意识甲尾的迄个民族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真关键的影响我嘛是咧即款的情形之下开始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开始关心台湾开始看东华杂志东华杂志内面有真侪台湾历史就是拄阿金老师讲的台湾历史的这文章开始有真侪文学的作品这文学咱迄阵若要知影台湾的历史真困难我是用文学作品去了解比如讲这李朝汉野的三部曲。内面足侪历史的内容就是讲为文学为即种方式去了解慢慢就形成讲对家己身份的新的认识咱嘛会开始愈看愈侪啦政府愈无爱咱看的书，咱就愈想要去看到底遐个书讲的甲政府讲的有啥物无共款所以这譬如讲拄阿金老师报告的内面有讲到著名的台湾人400年的历史这个书开始无共款的历史的意识就出来了台湾人的历史的意识出来安尼佫无够佫来看台湾到底咧发生什么代志就是1987年我就去做记者做记者这个时间就当当是就是台湾民族主义开始公开会使讲的时期来1987年8月30号以前这政治犯因出来戒严了因开始出来去活动因要继续要主张公开要主张台湾人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所以这个8月30号，因安尼主张开这个迄个政治受难者的联谊会的大会上，安尼主张随个做这个主张的人带有权甲苦做得因就马上就去互掠去去用叛乱罪甲起诉那这个代志个就是有约较侪人起出来。开始来杀新国家的运动，为什么袂使讲台湾要做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真侪少年的就出来，
吼，其中包括迄郑南榕先生，吼，伊嘛是即个新国家运动真重要的一个成员，吼。但是尾啊，伊的遭遇咱大家拢知，吼，因为伊的即个独立的主张，吼，要求言论自由，吼，尾也是家己吼放火烧，吼，即种的情形，就是讲确实吼，即个过程，我会使做一个见证，吼，阿金老师写的即个过程，吼，拄拄是我亲身亲目睭经历过的一个过程，吼即个阿金老师的即两本书，吼，所以对咱台湾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吼，我想有真重要的一个观察。但是呢，做一个伊谈人吼，我想有几个问题吼，会使来甲阿金老师吼做一寡意见的交换吼，主要有3方面吼。第一个问题就是讲，伫咱台湾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内面，吼，即个台湾认同吼慢慢成长的过程，吼，拄啊阿金老师互咱看迄个民意调查吼，即个图吼，但是呢，虽然台湾认同咧增加吼，但是真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性吼，台湾认为我是台湾人的人咧增加吼，但是呢，真固定佫嘛是真侪的人吼，真悬的比例的人认为讲伊是中国人吼，这是安怎形成吼？我想真侪行过迄个时代的人吼，伊知影讲迄个过程吼，譬如讲咱50岁以上的人吼，拢是受国民党教育大汉的吼，咱互灌输中国民族主义即种的想法吼，台湾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其实是受到压制。吼，像咱拄仔讲的新国家运动，吼，像郑南榕，吼，因的遐个遭遇，台湾民族主义是去用压制，吼，一方面吼是去压制，吼，一方面嘛不断咧成长，吼，但是就是讲这是一种吼，要安怎讲吼，小扣吼，两种力量吼，一直到2024年吼，就是今年，咱看到即个民意调查的图内面吼，虽然有64%的人认为家己是台湾人，吼，但是呢吼，嘛阁有吼，超过30%的人认为讲，伊嘛是中国人，吼，就是讲台湾意识内面的中国性的问题，其实一直。吼，影响到即嘛，吼，所以咱要安怎看即个现象？吼，我们知阿金老师吼，你安怎看即个现象？吼，甚至讲咱今年的迄个国庆吼，咱的总统嘛，吼，伊咧即个文告内面，吼，无遐强调台湾人，吼，颠倒头去，吼，去强调，吼，中华民国，吼，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吼，是因为赖清德总统是因为即个历史教育大汉的影响吗？还是其他的影响？吼，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吼，就是台湾认同内面中国性的影响，吼。那阿金老师研究内面，吼，尤其甲后期，吼。咱安怎看这个问题？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吼，台湾民族主义发展的特性内面，吼，因为阿金老师甲咱讲，民族主义有2个真重要的元素，一个是文化方面，吼，就是咱遮的人来认同，咱认为讲，咱是甲别人无共款的团体，吼，咱是无共款的一群人，这是一个元素尔。第二个重要元素是政治的元素，吼，这个元素是讲，这个人毋单干咧主张讲，阮甲别人无共款，伊阁主张讲，阮要家己统治家己，吼，阮要有家己独立的国家的主权，吼，这才号做民族主义，吼。这两本书较主要讨论的咧讲文化的部分。吼，咧做文化的部分，较少讲到吼，台湾做一个国家，吼，作为一个国家，成做一个国家的独立，吼，这方面政治方面的讨论就较少啦，吼。那这是就是讲，在这方面咱嘛有一寡现象，吼，会值得咱去注意，吼。譬如讲，阿金老师拄仔用迄个图，吼，互咱看迄个民意调查的图，甲2024年的即马，吼，维持现状。
才做决定有27%的人。台湾维持现状，有33%，永远主张永远维持现状，就是讲有60%的人对台湾做一个独立国家这件代志无遐强烈的主张。咱台湾民族主义内面是敢若有文化的民族主义，咱欠缺真明确的政治的民族主义，敢是安尼？是安尼吗？还是讲咱的即种？遮侪人超过60%的人主张维持现状，莫去讲台湾共和国，还是台湾做一个独立国家，新的独立国家，莫去做这个主张，这敢是讲台湾的特色，是，就是讲民族主义是咱讲伊是一种集体的感情，一个现象，但是咧台湾的民族主义呢，是真理性，真现实、利益的方式咧考虑的，所以是毋是咱台湾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这是第二个问题啦，佮上尾一个问题就是咱台湾的民族主义的发展，到即马有60几%主张讲阮是台湾人，但是这是毋是讲敢若已经甲真棒啊啦就到遮啦，到遮佫来继续的发展，对台湾民族主义有啥物款的未来有啥物款的发展因为咱看到即马有真侪挑战咱会看到讲历史啦、文化，尤其是台湾的语言的部分差不多伫要消失啦像咱遮虽然厝内教的细汉大汉的成长的过程，妈妈教的是台语的人。咱已经袂啥会晓讲台语要用台语来做这个演讲是足大的挑战。咱的社会差不多真侪人咱的下一代差不多都无法度听，无法度讲台语这种文化上的集体的特色其实咧消失。民主体制之下咱有愈来愈多的文化多元的文化新的移民甚至中国人的移民嘛入来对咱的文化真大的冲击这个台湾文化到底是变做啥物款的文化，或者台湾文化佫第三个原因就是讲现实上中国愈来愈大对咱有一寡威胁。美国嘛叫咱讲莫去讲民族主义，莫去做独立的主张这个现象拢对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看起来是无遐有利咱要安怎看待台湾民族主义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三个甲阿金老师提出来的问题多谢各位。好，非常感谢陈教授这个精彩的对阿金老师的这个研究的统整的说明嘛提出三个问题，我是感觉讲可能是毋是请迄阿金教授即摆先回答，安尼阮较好去控制这时间，若有时间阮就来开放好，来。多谢陈教授的回应甲批评我想等下我的迄个 PowerPoint 的我头讲到这片停伫遮嘛我相信对于这个台湾民族主义的前途到底是安怎？我用这个3阶段来看的是，我主要就是要表达讲，历史无一定的方向啦历史嘛无讲一定都袂倒退路啦有当时嘛会倒退路。这个历史的变化，伫台湾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内底，当然你用大分做有咱台湾外口来的原因，有内底的原因这个外口较内底原因。拄好是我，毋是我今日要讲的。其实今仔日陈教授头拄仔伫讲，可比讲台语的迄个愈来愈少人讲美国甲日本迄种现实的原因，
甲咱人口的迄个变化，这其实拢是替我补充我要讲的迄个外部甲内部因素啦。啊，其实这原因，大家嘛拢应该拢是普普拢想会到哈。陈教授甲咱讲啊足清楚的，我感觉我无比大家较高明，啊，毋过我要甲大家分享我以上的观点，就是讲，咱来甲台湾咱的这个民族主义历史，放伫个世界的民族主义历史来比较，咱较了解讲咱台湾到底是安怎吼。所以我也是要甲利用这个时间，紧来补充我头仔无讲的，吼，要补充两个吼。咱这几年来，因为咱迄个大调节了后，2019年来了以来，咱台湾的国际地位甲以前小可无共款啦，吼，较侪拄着外国人咧重视咱啦。伫即个中间，咱知影讲中文叫做立陶宛 （Lithuania）、Latvia 甲 Estonia 吼，迄个中文叫做波罗的海三小国迄个国家咱比以前较接近，较熟啦吼。我就想要举即个三个国家做一个例吼。为什么我举这三个国？这三个国家做例，就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就是拄啊我头拄讲的，迄个捷克迄个学者，伊发展出迄个民族主义运动三阶段伊研究的对象啦吼。中东欧的迄小国家，这三个伊的对象。总共到今仔日，吼，咱头讲迄个民族主义运动三阶段，迄大部分拢是因这个国家19世纪都经历过的代志，200年前经过的代志。总共因到今仔日，因嘛是拢拄着，可比咱讲上下骹迄个好啊吼。我其实这位网络面顶有直接展落互大家看。迄个上下骹迄个是咧讲 Estonia 爱沙尼亚嘛，上北边迄个国家。因到即马因个国家内底也有25.1%，25.1%，吼，讲 Russia 讲中文叫讲俄语的人啦吼。伫咧中迄个 Latvia 拉脱维亚，中文叫拉脱维亚，内底有26.9%。上少的、较好的情形，就是立陶宛，中文叫立陶宛啊 ，Lithuania。俄罗斯 Russia 嘛有5.8，波兰有6.6。我要表达的是讲，准讲这因比咱较好运，比台湾那么说，对台湾民族主义者来讲，因较幸运，伫19世纪因就较独立吧。准讲到即卖因嘛是要足严重的即种本来统治因的国家的人，伫遮讲无共款的话，想的代志，甲历史的记忆拢无共款啊。咱来看这个Russia 俄国侵入迄个乌克兰了后，这个中这个 Latvia 发生的代志，你看中迄个我特别打出来，这个波兰的一个基金会中心因的研究吼，研究讲这个 Russia 发动战争了这2-3年，这个 Latvia 拉脱维亚因国较紧张吼，因讲即马无来处理这个去俄罗斯化无法度，这里咱台湾就等于去中国化啦吼，伊无感觉讲这个战争迫近啦吼，无来处理这个俄罗斯俄语人口26.9%无法度，因为政治态度啥物拢无共款。伫久长以来，因独立建国了后。总讲伫20世纪，这个 Latvia 拉脱维亚嘛，经历着足麻烦的。这个尤其是1989年，因共产党倒台了后，因嘛是要经历着足麻烦的教育、文化、甲语言的迄种教育的问题，甲咱台湾足像吼。无定第一个比咱较麻烦。我要讲就是讲，咱台湾的即种问题，毋是世界孤立啦吼。咱的麻烦嘛，无应该互咱讲足感觉讲，咱台湾是毋是无啥物前途？因为阮伫即个两边的政治内底扭来扭去吼。我相信足侪人、足侪国家拢有即种麻烦，咱向前看吼。这一个，我要第二个紧来补充就是讲，好，同款我要举这三个国家内底一个例吼，就是讲咱各位朋友若去过即个中文这个，我头讲迄个 Lithuania， 这个 Lithuania 算讲我头讲的，这个。波兰人甲 Russia 的人算讲较少的，无即个另外两个国家较明显吼。伫这个国家内底，你若去这个立陶宛这个国家，伊的首都
维尔纽斯，这维尔纽中文叫维尔纽斯啦吼。你伫伊个古城无偌大，伊是市中心一个广场内底，你就能看到因的民族英雄，这个 Vikas Kerdka 哦，伊的迄个像迄个像伫遐足大，伊迄个纪念伊迄个广场，伊个人像就足大。伊连500块的钱内底嘛要印伊啦，伊是啥物人？伊是因立陶宛的迄个民族英雄，19世纪的民族英雄。伊是诗人，是医生，或者是因的国歌。写曲写词拢是伊写的，你即马Google 迄个 YouTube 你若找迄个国歌出来，迄就是伊做的吼。咱也知影伊伫少年的时，迄阵啊，这个立陶宛是波兰的统治的吼。伊伫少年的时，伊是认为是波兰人吼。伊学的是波兰文吼，波兰中文叫波兰文，伊是袂晓写立陶宛文甲立陶宛，啊无立陶宛这个认同啊。我的意思是讲，伫世界各国这个认同。转变是足正常的代志吼，伫这个准讲是民族主义者本身认同转变是足正常的代志。所以咱台湾人，你认同转变，伫这个时阵认为中国人安怎，这做这研究并毋是讲要来学过去大家无好的历史，认为讲互人认为无好的历史，毋是安尼。我主要是要讲，咱应该甲世界各国去比较，知影讲民族主义就是即种物件，吼，足侪。各国拢经历过这种代志，哦，互咱了解国家，咱了解家己。我相信这应该我是无回答陈教授提问题啦，我是互大家分享讲，咱大家甲世界各国同款的历史来了解咱家己。阮也有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吼，照阮的时间的规划。较多遮即边有一个问题嘛吼，你较毋是举手吗？哦，无晓，安尼是我看唔着去。好，来，我们来这边来先提出的问题有2个嘛，吼，来，阮先来这位哈，无吼 ，OK。歹势，我谈问咧吼，听拄则的内容，我有一寡想要讲的话。我所理解的nation吼，伊的3个条件叫做主权、土地、甘人，吼。啊，这个主权我所理解有一个叫做统权，一个是地权，吼。啊，伫咧台湾的现准时来看这个历史，70年到90年的规定内底，我感觉的就是讲，目前的台湾人以我的理解，吼，抑个是活伫咧被统治的一个状态，连语言的使用着受华语文的一面。咱今日看到这3个学者会当用，就是讲家己族群的语言来表达这件代志，吼。我是感觉讲，这个一面现象是现主时的台湾人抑阁无法度脱离的，这是我所看到的。啊，伫这个现状内底，就是讲台湾抑阁无法度建立一个国家，无法度变做一个 nation， 吼。伊即个是伫咧二战了后，甲即马虽然有所谓脱离概念，但是咧，即马的台湾的统治者，对无？我的理解，伊享受着中华民国统权的甜度，享受着地权的爽度。这个爽，就是因为戒严，就是要利用台湾人做努力，提升，号称民主，实际上是要互你家己去趁较侪钱，通互伊抽较侪税，甚至美国
就是讲一直咧摕台湾人经济自主下所造成的经济效益，伊嘛要收保护费，含即个中华民国咧抽税金，拢是共款。即种的民主是，互你知影安怎好好做奴才，毋是让西方世界的所谓主权是最终是要统治权。这个统治权是爱伫咧家己要活落去的意识下，即个国家的性质。我现在就是讲，伫咧历史上，对无？我感觉这方面是毋是爱甲展现出来，莫个隐瞒。吼，这个册对我讲起来拢是故事册，吼，无甲咱会做一个台湾人该有的意识展现出来，甚至你要知影，拄则台湾的族群，抑阁有一个族群叫做英民族群哦，是咱还无去讲着。这个英民族群的第2代、第3代，以我的接触，人伊嘛讲啊，我出生在台湾人啊，所以我嘛是台湾人啊，对无？但是咧，治权我抑是维持中华民国对台湾的统权。这个我是认为讲吼，爱分好清楚，这是毋是我安尼认知有错误？麻烦。几号见会当替我小好，谢谢。迄好，谢谢。因为时间的限制吼，阮是毋是搁收集要问问题人的问题，咱则请即个阿琴教授统整来回答。咁抑阁有人有？好，来，麻烦。好，多谢迄个肖老师甲陈老师真精彩的分享吼。我有三个问题吼，想要小可请教，就是讲咱讲到即个台湾民族主义的即个发展吼，咱即个台湾历史的发展内底，抑个一个线，就是即个原住民历史的发展即个发展。敢若甲迄个咱讲的即个台湾民族主义发展有无共款的线路是这个线路要安怎放伫咧？咱阿琴老师讲的即个台湾民族主义的发展。那第二个就是讲，即个肖老师强调即个文化民族主义的即个发展的过程内底无法度面对的，就是讲，即个台湾性，也是讲即个本土化即个发展来讲，即个爱去面对着讲，咱即个民族的个性，即主体是一个垦地者的一个社会，垦殖者吼，这是要安怎来讲放伫即个文化民族主义来看这样的发展？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讲，即个即马渐渐有发展出来一个原住民的民族主义。即个原住民民族主义，要安来看伊的发展？另外就是讲，这原住民民族主义，咱变做看到伊两种发展，一种这原住民民族主义者，有的是徛伫中国民族主义，一种是徛伫台湾民族主义。这两边真极端，是要安怎看这个现象？以上多谢。好，抑阁有问题无？若无，我就要请阿琴教授来回答吧。好，安尼来麻烦阿琴教授。关于迄个头拄这边这位先生的问题吼，你讲的问题其实内底要用包足个小问题啦吼，就准讲我提中一个你讲的，讲咱是毋是爱搁较努力吼？
来了解更较侪台湾的物件，甲这啥物历史文化，你讲变变啊是安怎是咯？吼，这我头仔无时间好讲啦。其实伫这个美丽岛事件了后，北港年代，咱台湾本土的这个知识分子已经做足侪做这种工课啊吼。这我头仔无时间讲，我就足紧就安尼放过去啦。就是讲做这种工课做足侪啦吼。其实伫咧文学、语言、历史这方面，这个工课颠倒伫迄个20-30年中间，我头仔讲的，这个70年代甲这个90年代30年内底，大部分的工课伫遐拢已经拍下基础啊吼。我今日为虾米要为这个民族主义发展的这个阶段来看？意思就是讲，咱无定已经需要徛伫迄个20-30年的基础面顶向前看吼，向前看。你讲遐个对历史文化语言的探讨，我相信用20-30年已经拍下袂歹的基础啦吼。所以咱这颠倒是要向前看，向前看就拄着我头仔问的问题。这个前途到底是安怎？头拄仔陈教授嘛替我补充啊，这个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安怎吼？这是我的回答咯。我感觉是讲向前看，一旦咱向前看了后，这问题就来啊，就拄着这个大事所的这个顾教授会提问题嘛吼。咱这个土地面顶其实毋是干那汉人尔吼，还有原住民啊，对无？搁向前看。毋只有汉人，毋只有原住民啊！即马这个，咱讲这个外籍的这个，迄个翁仔某，吼，佮包括因第二代，即马已经占台湾超过3%呢，吼，3%等于一般咱算台湾原住民的人口的趴数啊，吼，这个趴数等于毋只是，即马毋是4代族群咯，即马有这个，你若要讲佮这个咱。外籍的这个翁仔某生的这个第二代笼统包起来，无定了讲5代族群嘛，无一定哦。不管意思是讲，咱向前看的是，咱已经袂用过，拢一定翻头看咱的历史哦。咱是要了解咱过去历史，上重要要向前看。一旦向前看的是，这个复杂的因素就出来外口的内底，包括头仔讲这原住民的问题。所以咱向前看的是，咱就要想到一项代志就讲。台湾到底是啥？台湾是啥物人的？啥物是台湾文化？啥物是爱台湾？这复杂的问题就走出来以前咱台湾要是汉人做主体的时，相对原住民较少，意向拢较少。佫甚至佫较早无外来人口的时，咱连佫较简单讲，就是台湾文化就是这个台语啥我相信咱向前看的是。答案无遐简单啦！我今日虽然讲足侪这个语言文化、历史的问题，这无完全代表我的立场啦。向前看的是，尤其是做一个研究者，咱要分清楚两项代志咱家己是伫内底拍球的选手，还是咱要做一个较冷静的跳出来，暂时做一个较冷静的观察我相信这个世界上200年来。互人上头壳会摸咧烧的问题，就是民族主义的问题民族主义的问题比任何其他政治问题，拢会人头落地、流血这种现象嘛尾仔伫这个上激烈、上激动人的情感的这种无平静的这种政治的斗争内底跳出来，冷静看待这种问题，就是我头一直在讲的。咱无定暂时要甲咱家己的台湾的经营咱可以干上熟悉、上有感情的台湾的经营，颠倒放伫历史上甲其他国家来看，咱才会暂时冷静出来，知影要安怎做。我当然无啥物答案，但我提供的答案就是讲，放伫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内底，小可来看卖啊咧，暂时来向前看。向前看的时，就感觉讲，台湾无定爱考虑到原住民。无定嘛要考虑到外来人口，这就愈来愈重要。这我无啥物答案啦，足欢喜大家提出来，多谢。好，时间到啊，嘿，阮真正真感谢两位教授的提供遮尔精彩的观点，嘛
多谢在座恁提出的问题。安尼，阮今仔日的讨论甲即个演讲就到这结束。感谢大家参与，谢谢。多谢，谢谢。